全新未住系列嗱，今次呢間咧係榕城灣，而且咧望泳池嘅大三房，即刻上去睇下啦！嚟啦！嗱，呢個單位咧好處就係門口你見到呢個多咗個空間，可以做翻個細鞋櫃啦。咁亦都係咧全新未住系列啦。今次呢間咧係榕城灣97方3房2衛。嗱，當時咧都算係新規嘅前後嘅產品啦，所以呢啲 LDK 式嘅設計咧，亦都係有啦，全新未住嘅痕跡啦，係咪？呢3件套，所以全部都有齊嘅。嗱，而且當時咧呢啲門後邊啦，呢個廳呢個位置咧好多室內空間咧，亦都係活嘅一大優勢。成間咧都係交樓標準，中央空調都有埋啦。而且好處咧呢個泳咧係南向，嗱我哋鏡頭睇到啦，前面咧係望正小區泳池，而且97方呢個陽台有6米幾長，哇1.8米闊，真係咧係大陽台南向望泳池景，所以咧個 view 都係好唔錯。加上咧喺正小區正中心，亦都夠安靜。嗱，3房嘅設計啦，呢個房咧就連住我哋陽台啦，咁呢個房咧其實夠大嘅，中間放1.5米床都完全冇問題。另外呢邊咧，我哋亦都有個公衞啦，同埋細房。咁後邊當然亦都係佈置翻一個咧主人房啦、3房大套圍一個佈局啦，傳統設計。而且好處就係咧，都係南向望翻我哋小區嘅正中心。咁如果想揾一啲咧3房次新房全新未住嘅客戶咧，嗱呢間3球幾夜有交易啦，可以睇下呢間。